自從全面開放以及香港自由通關之後，中山樓市成交量瘋狂飆升，有圖有數據，到底依家係咪買中山嘅好時機呢？ Hello， 咁多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中發地產嘅 Simon。今日同大家嚟嘅地方位於中山三鄉嘅華發觀山水，呢度過去港珠澳大橋口岸只需要30分鐘，非常方便。而香港過嚟嘅時間咧，亦都係1個小時內。點解今日會帶大家嚟到呢度呢？因為華發觀山水作為山水豪宅嚟講，喺咁樣嘅市場以及咁樣嘅熱度下，佢竟然可以用57萬就可以買到一套3房2廳2衛過千尺嘅單位。中山係成個大灣區嘅地理幾號中心，好多客戶都想買中山樓。我哋中發地產推出中山實地睇樓團，大家快啲致電中發地產熱線電話63523762，或嚟到旺角嘅展銷廳報名參加啦。喺我印象中，我身後呢個3期嘅住宅喺1個月前仲係有地基未打好嘅，咁依家已經全部棟數開始起起身啦，包括有個別棟數咧已經係封咗頂嘅。屋苑裡面自帶有5000方嘅一個生態湖泊。而且落樓就有1.2萬方嘅商業街，已經開咗2/3嘅商鋪，係可以滿足我哋日常所需。離遠仲有白石市場可以上街買餸，距離我哋10分鐘車程，仲可以去到小龍環公園。如果平日我哋家庭聚會以及徒步運動嘅話，就可以直接去到嗰邊。而其次15分鐘咧，仲可以去到中山三鄉最繁華嘅一個市中心，裡面包含有3大商場以及步行街、美食街等等。而目前最多港人選擇嘅單位就係10棟呢邊嘅戶型，因為每一戶全部都係望翻湖景以及成個小區最開揚嘅景觀。0203分別係94方嘅3房2廳2衛，主人房擁有套廁，而且仲有一間房係一半面積贈送，陽台望出就係最靚嘅一個湖景。而0104就係目前最多港人以及北方朋友選擇嚟掃貨嘅一個戶型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呢個戶型雖然話標準嘅係做到南北對流4房2廳2衛，但係如果我哋唔需要4間房，將廳位隔離嗰間房打通咗之後呢，就可以做到橫廳加埋南北對流嘅 L 字間局。因為呢個戶型擁有一個最大嘅特點，就係有6.8米長嘅一個大陽台，望翻成個小區嘅園林以及湖景都係超級舒服。10棟普遍嘅均價喺7600至到8007蚊每平方米，總價大概係71至到81萬起步。而其次唔講究湖景，想要睇翻別墅景觀，可以揀翻19棟呢邊平價單位，賣緊嘅面積分別係0203 95方嘅3房2廳2衛。同樣呢個戶型有一間房嘅面積都係贈送一半。而陽台嘅朝向係望翻成個小區嘅別墅景觀，而0104就係107方嘅南北對流雙陽台4房2廳2衛。依家港人置業大灣區嘅福利大放特放，首期只需要20%就可以輕鬆上車。舉個例子，好似依家華發觀山水賣緊最細嘅單位94方嘅戶型，3房2廳2衛，總價都係57萬起步，最低首期只需要11萬就可以輕鬆搞掂，月供都係講緊1900蚊。除咗湖景洋房之外，如果你想考慮要住家大宅嘅，華發觀山水作為最後嘅山水豪宅別墅嚟講，呢邊嘅選擇好多元化，包括有連排、獨棟、雙拼以及疊墅，所有嘅面積階段咧喺123方至到360方不等，總樓價咧最低126萬至到750萬可以擁有佢啦。可以見一見啦，我依家所處嘅位置就係位於別墅區呢裡面嘅。作為一個有山有水嘅國企品牌大盤，你仲想錯過嗎？快啲拎起你嘅電話撥打我哋中發地產嘅熱線，嚟到旺角展銷廳報名參加中山實地睇樓團啦！等Simon我幫你揀翻一套最啱你嘅單位。